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姑刘浩明，欢迎收看《福起来》。我传承伊啲老店的，除了要有一定的技术以外，也要有创新的做法。安尼，咱可以提升上时代，咱可以继续行下去。在屏东有一家帆布店的，伊除了有老店的技术以外，也更努力的把遐传统的产业做出新的价值。安尼今日最欢喜的，就是有请到一家屏东帆布店的老板廖文正廖先生来到我来现场。主持人好，大家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东帆布行的廖文正。就廖大讲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其实你在帆布行喺屏东可以救的，都来可以救啊？大概如果说这样累计这样算来的时间，差不多71年的时间。70年是喺可以救的帆布店的吼。我们是屏东县市客家人开的布棚行体感。你喺那边的客家人晒过去呀？我爸是尼泊尔俺们族体，道地的屏东客家人。可是后来学识了以后，就去屏东开始开店。按这个本身喺那边讲的呀？我去屏东市讲的隔壁二三亩客家人，就是大概会听啦。还是蛮谈的事了哈。哎呀，反正谈的是讲冇多。咁我想问一下哈，你当初爸爸做乜个会去？学也的一种帆布的一种技术的。我记得我爸爸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就从屏东内埔，然后北上高雄，日本人那边学习帆布车缝的技术，然后学习了大概将近3年左右，然后中间做了几年的师傅以后，19、20岁的时候，大概在民国35、36年开始创业，回来屏东。当时是以屏东的地名为店名，现在已经政府规定10、20年之前它不能以地名为店名了，所以说我们这边有传承的关系啦，所以说特别具有这个意义。係啦，因為更加真係冇辦法，不用講，你即個可以用伊嘅體名做人嘅店名，因為咁種全部人嚟用啊嘛，其實都會造成混淆。但是因為你已經係伊嘅老店嘅，嗰時你係特別允許不能用屏東帆布店安尼嘅名嘅繼續用下去。好，咁像以前爸爸喺做安尼帆布嘅話，佢最主要也要應該講也要產品係乜嘅呀？剛開始他創業的時候，他營業項目是以前是高雄的港口的帆船的帆布製造跟補修，還有卡車帆布的製造跟補修。到後期以後，這些項目帆船已經沒了嘛，漸漸被新的東西取代，然後就剛開始就是以書包的產品為主要項目。以前日本人上學的時候要用到書包，然後國民政府開始的時候，國小跟國中這個學校數量增加，人口讀書的量也比較多，所以說用到書包的量非常之多，是以書包還有這個金香袋，因為是屏東縣是農業大縣，金香袋還有農藥袋為主。所以每當暑假的時候，他那個書包量我家的6個兄弟姐妹都要幫忙的製造，然後做一些小工，比如說鉚釘的打扣啦，或者折邊啦，所以書包的完成很多都是我們以前6個兄弟姐妹完成的很多。可是嗰時間你哋蠻細時都看到爸爸做一啲事情，然後你哋就開始去聽書，可以聽書的部分，頭先講個鉚釘啊，有冇去做一些好簡單的嗰種擦邊啊，嗰種東西。咁所以嗰時間陸卡加倍發展係咪幾多啊？係咪接的量很大？哇，千多，幾乎屏東縣市的國小、國中，甚至於高中都有承接過。每個學校的 logo 顏色、形式都不一樣，所以說每當暑假的時候，我們這些小朋友6個兄弟姐妹都要下去幫忙，
每年迄开学都差不多，他甲你集中的摕一个空下时的开学啊，比如说开学的时间，大家都集中在一个时间。咁每年你其实哪有可能管得出按太量的东西出来？有当初最多的人手有外聘的工人就是有6、7个，然后我们兄弟姐妹就像6个，然后爸爸妈妈加起来10几个在陈制这些东西。咁像唔同平常按你科，我应该来讲上。平常反正你明年就有按多年而用书包，你会不会做好了先炖好来嘛？以前就是有曾经累积过，然后结果隔年它的 logo 要改或者改颜色，哇，那些都毁掉了。我们并不做起来囤积，就是以当时学校的需求来陈制。嗰时候等于讲，你这段时间你真的规模下，咁像按你嘅钢筋吼，差不多延续到什么时候？比如说按火绳，你差不多延续到什么时候啊？差不多延续到60几年左右，然后加工厂现在开始慢慢出来。所谓加工厂，就是说以量产为主要目标的工厂，它个别订单它不接，它都以量化。量化就是说有一定的量，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竞争性。当然，我们这个人数比不过那个工厂。不过他们都是不以缝纫的，他们是以美观、外观为主要项目。它缝纫的结构跟强化，所谓强化就是说，针车跑动来回的结构的韧性，我们会加强，他们并不会。所以说结构性我们是比较棒。不过我们读书一般国中、高中就3年，并不会说刻意的坏掉。所以说他们是以美观为主，一般市场就被这些中北部的工厂拿掉，然后慢慢就没接触了。以前嗰時嘅做法都講，其實伊無提倡人像手工嘅地方，譬如講有啲地方可能佢從佢拔開來，你可能都愛多擦幾擺，好，用一點的嗰種加強一點的結構性。但是對人來講，一定可能都嚴啊，冇都地方用狗狗啊，冇都擋一下，啲可以成本都過大，嚇，天意都講亦可以大量去做呢東西。嗰時幾時都把一種手工業嘅嗰種生意全部搶過去嘅，係咪？錯啊，再過來就是說，它不以帆布為主了，它是以膠質類、塑膠類為主要。比如說以前是背的，它改手提，那個全部做塑膠類，塑膠類跟帆布有一個隔閡，並不一樣的做法。嘅成本怕有差呢，吼，塑膠類同帆布類嘅嗰種成本係咪有差？有差，真實的有差。塑膠的材質，它是一個化學原料的副產品，它是用顆粒、化學力去并发出来的，所以说它成本比较低。然后帆布是经线、纬线，哦，这个方式是掐出来，它的制造成本会比较高。看你这个本身以前虽然讲，看爸爸妈妈安尼做些，唔得嘛，停顿去做些，吼，对晚些都可以上来听书多谈。咁你这个本身喺做，都开始食嘛，几时都开始食嘛？冇，我以前去高雄创业，然后爸爸妈妈就是年事已高。就跟我商量叫我回来承接，因为一段的时候我小学毕业就没有接触，就是寒暑假有做到接触这个，然后你太后毕业，然后当兵出社会这段时间都没有接触到这个转型的，有很多转型的地方，比如说竹篮呢，哦出来来我们地，哦在高雄市嘛，屏东就很多养猪户啦，养鸡业啊，那些帆布那种。其实那不是布啦，就是塑胶颗粒它演变出来的东西，都已经在转变了、转换了。那时候我都没有接触到。当我33岁的时候，在高雄创业，父母亲要求沟通，叫我回家承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以前有这个背景跟印象，小时候耳濡目染嘛，就来看看这个帆布的发展看如何，然后就承接下来。但是。应该讲，你有时玩些听书啊，哈，係一回事哦。你真是把它變成人工作嗰時啦，係一回事。你以前可能都生意呢，都可能做嗰種當些東西啦，哈，無論啲包裝啊那些工作。但是你真係把它開始去查嘅時間，佢哋哋查嘅帆布嗰時，就像啱，又唔係像嘅人原布啊，人原啦。所以你查帆布，其實係啲技術呢，佢嗰種學技術嘅時間，學個位嚇。有吃到蠻苦嗎？哦有，剛開始就是以那個裁縫車的功能開始學習，認識裁縫車，
然后看它跑动针线的跑动。33岁开始学，然后了解缝纫的原理，以平面的为主要组合开始学习。比如说洗衣机的罩子啊，这个做或是洗衣机罩子要罩下来，我们以大型物件为基础。那开始学太细的物件啦哈。它要大型的为主来开始学基本功，然后基本功会了以后再学习计算它的车缝的长度跟布的大小，才能拿捏出一个袋子的刚刚好的尺寸。哦，可是这种东西唔係講，我一片1塊布的咁樣貴的，然後提查強下安尼都一直推的。对啊，所以说要计算出来，这个是很繁复的一个手续。比如说我大概做什么形状，先有一个构思，然后再计算它的左右长度，还有它的零组配件需要什么去配合，那个都是要经验的累积，不是一下就会，就是慢慢的基本功的基础就是一定要。其實教人也很滿意啦。就是我爸爸他本身那时候教我的时候，他身体就有中风了，身体不方便，就是口述的方式教导。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比如说机车罩子，它有3边，左右正，是机车的罩子，你知道吗？对。然后我们接不出来，爸爸不会直接讲，他说点到为止，然后叫我拆掉物件，因为他让我有经验，拆掉你再做，然后慢慢这样累积下来，那个经验的累积就延续到你以后的功夫的深浅。古时困難的嚟講，以這個係日本時代學士嘅，應該講日本時代嘅師傅啊，佢就係學，但是佢唔會用按學嘅方式教唔好，而會用這個去練習，去種指導，好，將能爸爸教人嘅嗰種影響，這個因為以最大影響最大的地方係點樣？他影響最大的就是他一直都是以泰然態度，很泰然，然後教我們。我印象中他和藹可親啊，從來不動怒，就是你不對的地方，他也是點到為止，讓你去誤解。哎，這邊拉鏈是哪邊錯誤或者怎麼樣，叫你再練，慢慢練。這方面是他教導的方面，給我們很多的一個深思。嗰時利用安尼慢慢的教嘅方法，比如你這個去做唔錯嘛，唔怕再做一擺。嗰時都比如慢慢的去學習到，也已經這個佢叫冇學到伊啲反覆嘅伊啲工作同伊啲技術啦，吼。其實伊啲老店要開始傳承下去，伊也要技術的交接，使得佢重要。休息一下，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嘅故事哦。歡迎過來，福起來嘅。上一堂節目，我哋聊文正太哥同人講營養對伊爸爸書方接法也要平動嘅反駁學。從聊文正太哥，從頭到又開始講，你學習嘅時節啦，你對啲太嘅東西開始，亦係咪唔爸爸一本地講，其實唔等咧一啲物件本身你用對無強嘅東西去合放來嘅。從唔知個時節，還記得講做最簡單嘅東西係乜個東西？最基礎的就是亞金香袋。我都講的嘎機的啦，嘎機葉以前也是統稱4角袋。嘎機葉它是2個部分一個組合，然後3個動作，做好以後再綁鉚釘、穿繩子，所以說這非常簡單。嗰時伊係上面先做一個四角形，然後再量一個帶，好，然後在上面去穿扛，可以不用一個推的。嗰時嘅動作都差唔多3個動作。錯。仲有一點係常常看到嘅。其實我看到嘅時唔係按拍啦，嗬。其實也都我因為我看到嘅時係綠色的呢。也有，它顏色蠻多，還有枣色。對，因為我正話講我看到係綠色的呢嘛，因為常常看到如果我哋推貼的人啊，嗬，擺喺身體上面咧，將也會推埋喺你自己做嘅，係咪？錯。佢當初應該講係一定委託人做嘅話，還是弄會有按你推按特殊嘅形狀嘅推咯。因為2次大戰以後，它的工具它就這個延續已經好幾十年的做法，到現在都是這樣。然後它的構造就是鐵，那不好車的地方就是上下都是包鐵，不是一般五金行買的鐵絲，這是1分半的鐵。錯，已經寫的是鐵，你可以敲看看，它這是鐵，它說耐用度很高。然後它要吊去電塔的高壓電塔的時候，一些零組配件吊上去，它有分大小。顏色甚至於還有枣色拿去放高爾夫球的，他覺得漂亮，
叫我弄枣色或黑色的，就是下面那一款。嗰種像安尼貼配迄段天的討厭的嘛有接觸係咪？有，比較特殊、特別，或者是要打版、要設計的，我們客製化都一定都有。可是，佢像有啲，譬如講台電的，像有啲有乜個貼配的那種機構有存能聽過東西嗎？還有地震事務所啊，還有一些部隊的單位，他們部隊單位的東西都超多的，比如說 IDF 他們修理。哦，他們飛機的修護裡面的工具，哦，這個可以，這裡面的構造就是。介紹乜 IDF 裡面有乜個東西愛推空來喏？這個是台南連隊哈，他們美軍有找到我那個地方，因為他找了很多相關的，他要放他的工具，啊，他的東西會拿過來叫我打板，這個是第一個板件，第一個板件就是，比如說羅賴把什麼，他們很多的跟我們市面上用到的工具全部不一樣。他們都美制美規哦，然後我就照他的東西一個一個去比做板，所以說這個當你打出一個板的時候，後面就比較容易。嗰時候等於你講伊哋裝飛機嘅 IDF 嘛伊哋有個特別的一種工具，那呢個工具其實平常用嘅時間可能都不用用下，然後一看嘅時候就去裝飛機。嗰時候伊哋都把亞嘅需求同講，然後搶一啲設計的工具袋。對，而且他們一展開就知道哪一個工具少了，他們一目了然，因為它有20幾個排列，所以說他們也是這樣很容易分別，然後取件也是很容易，不會像一個箱子裡面還要去找。係一件托號，然後體驗這個東西有啲係冇問題，聽見你講可能一下簽到來簽嘅東西，咁從下你嘅要求當初接到時有冇感覺到？我做出來哈，唔會咧，我感覺，因為我跟父親的基礎教育也有差啦。他覺得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，很多方式，甚至用繪圖的方式，所以說他教我很多，我就盡量去克服這些問題。有顧客上門，我們就盡量解決他的，因為畢竟又從台南找過來，這麼路途遙遠，甚至於有從台北這樣繞一圈來找我。那個是印象中是叫雷克曼，德國的公司，他長期住在屏東空軍，然後他要求我做炮管，他們有承攬沙烏地阿拉伯的那些武器裝備，我的印象中有做15支，按照他的板件、他的要求訴求去做，他們覺得很滿意。畢竟德國承製的東西比我們台灣我所知道的貴了10幾20倍，然後我們這邊我居然可以把它做出來。他們也覺得很滿意啊！加上伊哋當初本嘅時間喺本用嘅迄有圖稿，冇都有睇寫。相信各位觀眾朋友應該冇接過安尼客製化嘅東西，因為講可能看到時已經有量產過嘅東西。嗰種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，伊哋當初同講嘅時間喺本嘅圖形，還是講本嘅睇寫，還是講喺用嘅東西，不用去畫出來，然後做出伊啲符合伊哋嘅心意嘅伊啲東西咯。他是用原稿哈圖形。他有製圖出來，有英文、德文，那我看不懂，然後就叫我女兒，她本身英文比較強，她就上網去查這個公司，她一查有上網去找是雷克曼，然後我們就放心去做了，他是做全世界的武器的一個單位，然後我就着手去做他設計圖，有的並不能全部，比如說他拿6種圖案叫我做，我可以做出3種，其他真的是解不出來，我就要求他拿原件從德國拿樣本過來讓我參考，那就看得懂，因為它有的是要計算的方式很複雜，然後如果說一幾何的我們看得懂，那圓形的方面真的很難去拿捏它的東西。不過我做出來的物件沒有一個他不欣賞，到目前為止，不過量少。可是有部分都鬼神奇的講，你當初895的時間要95用看圖。因為看圖係最重要的東西，冇得講畫圖。畫圖是我後面自己想出來的一個方式。當初他是幾乎都沒有這種 case， 那時候沒有這種全部他那時候幾乎沒有遇到過。他遇到的就是電力公司的帳篷啦。不過這些電力公司的帳篷，他們是維修的時候要用到，現在已經也都沒有了。他很少遇到這個是我自己克服出來，然後演變出來的一個方式。
制图方式，然后再计算方式来处理这些东西。因为我创的有时我哋讲做用状用啦，哈，有啲人要开始打板，好，譬如讲我哋先把好图以后，我哋开始打纸板，哈，做出一啲形，然后这种嘅形啊，让伊裁。啊，从这个法，下面有手稿了，把一个图形，然后太细尺寸，那留一道的空白的地方，因为要连线的部分嘛，哈，这种东西，有先把下了嘛，还是全部得挪进里边呀？这两种都具备的，一定要做任何一个袋子，我们头脑都要一个3D 空间的影像存在，就是它正反面，因为我零组配件都要摆设，然后再绘画出来。绘画出来的时候再计算长度，比如说它的横切面又要拉链，因为它又要装进去，然后里面又要开洞，所以说这个都要计算清楚。计算清楚以后，它这台机台才能放进。这也是一个进口机台，他们是层次测量单位的一个测量仪器带，然后它背负的时候，它的悬吊系统又要照它的所需求去做一个调整。当做出产品的时候，客户是非常感动，然后客户的感动让我们也是非常感动。我们觉得做起来并不会说他想象的这么复杂，这个是全世界仅有的一件。故事从一台机器一开始爱同人讲的时间，有同人讲一东西爱按来用嘛。他只是跟我叙述他的需求跟要求，我说那我尽量把你做到更好，然后他觉得做好的时候相当的满意。可是他只是跟你讲说，伊当初希望讲，喺用的时候按来用，哦，唔同设计的台嘅，用嚟用的时间各方面用，按你哋设计的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按来台的形比，超，可是已经超出了他对你当初对你的要求，就对了。对，也超出传统一般设计跟打板，还有车缝，因为它本身里面的零组配件就非常之多，就是扣环、悬吊、拉链，它都具备各方面的，还有它的板面，它也可以操控。可是除了有一天的技术以外，我要加上这个创意，安尼，咱可以把我们的作品做得更好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咪有个精彩的故事哦。欢迎过来福起来。上一堂节目我哋了本身睇过，同人介绍几道无共享功能的作品。从了本身睇过，我哋更加看到安多作品里边，还会同人介绍一下。从佢有啲茶味嘅起码个时间用的作品啊。这个就是曾经有一个客户，他得知他妈妈身体很不好，然后他为了祈求他妈妈身体健康，就跟这个马祖进香团徒步进香，然后绕境祈求他妈妈的身体好转。结果他说那时候都是雨季嘛，3月多的时候，然后他委托我设计跟制造，他拿一个篮子来，我就帮他做一个水壶袋啊，然后多功能袋就是放一些日常用品，睡袋，因为他可能席地而睡或而休息，他的东西功能做起来他非常的也是满意啦，相当满意又方便，因为这有轮子的，它又好推动，她本身是女生，结果她去过1次以后，她说她妈妈身体有好转，这相当感动，然后她陆续参加2次、3次。一共参加了3次，因为我嘛有去参加过，给我哋很马祖过去，好，都一种算是一种有回去进香了哈。佢其实真是如何，佢3日的婚啊哈，佢尤其喺美丽嘅地方，一天冇落雨，其实行过去全部人搭设，所以像有安尼台我就讲哦，原来进香嘅台是几方便的，因为有啲安尼东西以后路绑顿来行。好，然后嘛可以从标题嘅我哋咧engine上面，好马上嚟行，而且最重要的讲，妈妈身体有够好诶。对，他既然他有感应到，这是最相当感动的一个故事。你看，真是看到你哋简单的台，其实底部有啲几多嘅好心感动天的一种故事底部。那从亚农我哋看到嗰种几平常嘅台呀，也起码嘅台呀。这个是一个保冷袋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叫做爱心便当袋。它有一个社会公益团体，它有一个爱心便当的
放送，就是给单亲家庭或者重点是独居老人。那时候是冬天，然后我帮他陈制跟设计。当初做出来的时候，他都是以10个便当为基础，我就叫他拿这个便当盒让我量，然后做起来刚好是10个装，然后他陆续做了20个，因为他是一个公益团体，而且委托者又是学生团体，然后我们想说是跟他一起做社会公益，就是不付成本的卖给他们不过这个故事也是相当感动。嗰種阿弟啦，也其實我哋以前有老人送餐也嘅服務啦，哈。個夏天的時候，其實個便當是蠻好，但是到冬天的時候，也便當其實有時送到老人家嗰邊的時候，個便當已經冷喺度。嗰時一定都搶做也嘅可能講保暖袋咧，唔到係保冷袋，其實係保暖袋。地波嘅便當唔會冷喺，唔會講送到人哋老人家嗰邊嘅地方時啫。伊可能都已經冷喺度，其實買一個有愛心的一個推呢吼。對，然後陸續就是有人看得不錯，他去賣場買冷凍食品，或者是要保冷保溫都很棒。野餐、露營，隨身攜帶都。嗰種呢，用無強用嘅功能的時候，伊個底部嘅內裝係咪開始無？對，它裡面的內裝你可以打開看看，它裡面都是一種保溫材質。它這個功能，它有保溫跟保冷的效果。嗰種伊底部都有啲隔熱嘅材質啦，哈，嘛可以無強用，不會讓嗰種溫度會走下。但像嗰啲東西，等於是2種無強嘅材質給它縫在一起了。對。咁當初呢，我想要講安尼東西，你做好了冇歸複雜冇？歸複雜的話，就是說設計的時候，那我們一定要注重到保溫跟保冷嘛。然後想到很多的材質都不行。有給他試驗過，因為這個單位有社會公益的這種，對我們來講是也必須想做的，因為學生3個來，每個都是工讀，然後都是奉獻，就是說也是免費公益這個社會單位在用，然後我們就是參與它，就是很有那種心去把它完成這個東西。嗰時等於做嘅作品，唔單止係個作品，其實以後我嘛有幾種人向他付出一種善心的一種作品喺裏邊。所以唔同講到生意，其實其他生意嚟講文青啊，有啲講可能帆布袋，係咪最近有嗰種帆布袋又開始流行的一種趨勢啊？對，這個就是這一類款式，這是我太太她設計的，她是用皮件配合帆布，然後給它組合起來的一個形狀。這從頭到尾都是我老婆太太構思。他的想法，嗰時佢嘛係複合媒材一啲做出來，然後比如上面係皮嘅，中間係帆布，好一啲做出來。咁中間推呢，你看到都中意啲嗰陣，這個是一個，我看到背包啊，對，這個後背包是很感動的一個故事。這是我女兒，她特地在台北因緣巧合之下買到一塊布，就是有上蠟防水，然後她剛好大學的時候可以當交換生，然後去巴黎就學以後，陸續這個背包經過了差不多7個國家，有瑞士啦，有這個意大利、西班牙，他都背得到處去觀光，去遊學，去看。嗰時也這個構思也是我女兒她想出來的，大概要怎麼做法，這樣。嗰時也背包地位其實係爸爸愛心啦，等於巴頓嘅背包地位，你巴頓爸爸關心。保證爸爸愛心，然後體驗一樣地方，雖然以喜安樂地方，其實可能蠻會主顧呢，還非常的堅固。佢當初在設計那東西，以拿一塊布本，但是問題係攞有一蠻嘅使用咯。他畫給我，然後拿東西給我看，然後他的需求，比如說放筆電，然後隔層要放什麼東西，然後就有分成幾格。他重點就是筆電的方面，跟他日常用品的東西，還有一些水壺。設計出來講得出來，我大概都可以做得出來。不是伊把伊也要設太陽嘅型嘅本，然後同時都講一本希望講伊可以表某個東西，也要功能性嘅某個東西，然後你哋設計出來。所以其實也背包其實對今日來講，蠻係幾流行啊。因為講唔單止本也要生意嚟用，其實幾種嘢嘛可以用啊，因為伊也要需求等於你睇緊人。年輕人的需求講，頭講嘛筆電嘛、水壺啦，好，然後提愛講啦，聽伊都講主顧，我講來用一些，其實有啲東西一聽我以為啊，
那脑膜上的量产，因为量产它本身就是说它不注重车缝结构，它只注重重点就是美观、快速，然后达到目标。因为量产嘛，一定要有一个速度。然后我们客制的话，就重点就是他的需求。目前很多人就是说，我就要买一个单件的。然后比如说一个老师叫我设计一个包包，我外面的我根本看不上那些量产或我需求的找不到，他就跟我说我的需求再画给我，我就照他的东西去把它完成，然后他就很满意。然后我们目标，我们的宗旨就是客制化。你量产的话，当然拿去卖一定有它的效果出来。不过我们的宗旨还是以客制化，以这个人家说功德啦。我搞不好我想要干嘛？比如说残障的，他要做一个绑带，做一个他市面上买不到。比如说长短脚，去我那边他要做一个他的调节环，他也买不到。他叫我怎么设计，我就照他的方式，他的需求去做好他就很满意。其实东西到现在也有3000件了，很多东西就是我借不过来展示，因为东西太多，有的是小东西。那我们当然是以这种为主要目标，不是以量产。就是因为量产的时间的话，可能都冇办法去顾及到太多的细节哈，就有的像你的包包也要结构性的东西，里面要量产要假，好又要便宜，可能有的地方都冇办法。去上到，冇办法做规划啦。其实一件事情係唔知噶，唔可以上去做嘅。而希望講係讓佢去俾到每啲人去設計嘅以最適合嘅東西，對你來講其實係個創業嘅錯嘅。客製化的東西，因為就像頭都講嘅長短腳嘅人客，好，以俾到以這個可能自己的一個需要，你幫他去設計一個可以讓他日常的時候更方便的東西，其實對你來說才是比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。錯。可是像你本身有客人的話，你這個有個客家文化的東西嗎？10幾年前我遇到一個國小的鍾校長，他本身是客家人，然後他有要求我說，叫我設計出跟客家文物有關的袋子，然後我左思右想，然後覺得代表性的圖騰就是牡丹富貴嘛，然後就開心開朗了，然後找到這個布，然後就以帆布為內裡，有紅色的帆布跟黑色的2款，他一共跟我，他滿意以後一共訂了70個，各35個。那我今天帶來這個紅色的，裡面為內裡的一個包包，因為他跟美國學校有姐妹校的接替代表團要過去交換禮物。當我做出來的時候，他相當滿意這個作品。可是，一作品當初係要講拿來做乜嘢用的嗎？他說要代表客家文物，因為他本身是客家人嘛，然後他說要代表客家文物的這個凸顯元素裡面，因為屏東他是客家人，也是個大縣，屏東差不多4%左右都是客家人嘛。所以說他很希望我做出來，結果我做出來的，他目前他已經退休了。他講到這個，他還是很高興。因為可能我哋市面上尋到東西，我哋在泰國都可以做出一啲東西出來。像鴉片，係我哋感覺到係啲鏡頭帶，係咪？對。可是中華人會跨域做鏡頭帶這是跨越，這裡面就有海綿，它是防撞墊，因為一個單眼攝影機也不少錢，也是好幾萬。所以說，這個第二個，我覺得帆布袋也是一個工藝品。我第2次要做，都拿捏不出來。你逐一給他看，它全部都幾何形，前面是圓，後面是四方形，它整個周長包起來是一個三角形。我第2次要做，根本拿捏不出來，尺寸包不起來，裡面又是海綿，太不好做了。可是一底部海綿要做2層，貼的裡層嘛，你外面嗰層3層，中間要一啲海綿，然後再裁成外面還要小袋子。尤其是感覺到你最厲害的地方，能夠做成一啲圓錐狀，很像豬的形狀，圓錐狀。那其實圓錐狀真的冇簡單的對，因為當初做嘢的時間喺邊度買完做呢？一個學生他剛好是攝影課，然後他叫我設計製造。然後我就把它做出來了，也是跟他借過來的啦，就是單眼相機，然後旁邊2個是攝影罩子，
盖子，哦嘿嘿，很像一个猪头的样子，刚做出来，超像。确定一下哈。因为那个圆跟锥都要双好，刚好它的尺寸，后面的四方形又要刚好。迄无给拉链拉不起来。拉不起来。个种人的开店的开按求人对爸爸书房接的店的，你这个你理来有乜个想法？因为往后了哈，我有问2个女儿要不要承接，他们的意愿都不会很高，也不是说不接，就是意愿不高啊。这个帆布是传统产业，需要有血缘的关系来承接。俺兄吼，俺肉台儿子大学还没毕业，有想说问他有没有这个意愿，有意愿的话，我当然会指导他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行业会慢慢消失。俺的指望就是说，65岁以后哈，看能做多少就算多少，就是类似这样的啦。因为这个东西也会慢慢走入历史嘛，可能啦，就是最好是有人承接，会继续下去。屏东帆布行，廖太哥把伊爸爸接来的店的，用伊也要创意，把屏东帆布行行出一条新的路。但是一条路上，未来还有许多的挑战，我是希望观众朋友比想象更鼓励。今日会永恒我都可以唱到我的呢泰国老师来现场。哎，主持人多谢大家观众，谢谢哈。啊，有空的话来屏东可以到府上一游，谢谢大家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同样的市场，听下来运通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来到好好运通嘅。今日呢，是我介绍，我是王正祥，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七七导演屏东分会。另外一篇呢是刘先生，一篇是陈先生。今日所介绍呢是闽道的广东作，闽道通常呢是曲序台团。今日都来做一个示范，观众朋友听到我来做。首先呢，我哋来抿下来。抿下来呢，我哋做嘅時間呢，我哋坐下抿下去，我哋呢數呢要注意搖標，我哋數到哪頭哪單行，數哪頭哪單行，睇下呢，我哋嚟做先做曲腳嘅動作，曲腳嘅動作呢，我哋注意，我哋呢切頭兩隻腳要先打曲嚟，打曲嚟過後呢，我哋兩隻腳壓行以嚟。我哋哪行嚟係訓練嘛嘅，訓練我哋呢腹肌運動。我哋哪行嚟嘅時間呢，我哋先做一個動作，都講啊，我用肚絲做頭戲、腹戲、肚戲、頭戲，嚇，做一個，也係我哋呢腹肌，把我哋呢肚絲臀嘅力量表出來，也係我哋呢曲序抬臀體的，我哋呢思維面而叫上來。也我哋係注意嘅啲嚇，我哋所做嘢嘅，再過來我哋呢腳變下來呢，我哋先腳打出曲，再用我哋呢雙手翹起嚟，嚇，雙手翹起嚟，也係壓縮我哋呢胸前，壓縮我哋呢胸前呢不易順，啊，也一次。再過來聽一次同樣我哋呢數哪行嚟數巴掌，個槍下馬拉怪啊哈，我哋撞行嚟變實嚟，變鬆嚟，再一次我哋用我哋呢向前向下擺放下去，也係做乜嘅？也放下去係幫我哋呢心火降下來，心火降下來呢，不幫我哋那麼心火貼喎，過來我哋呢腳呢伸出來。腳伸出來呢，注意那隻耳，腳伸出來，手伸出來，我哋做嘅時間呢，注意我哋呢條氣，我哋呢肚絲條氣狀態來過後呢，我哋變下去嘅時間，我係唔係講啊？注意那一點，我肚絲，佢啱所講啊，我哋呢肚絲條氣狀態來，我哋呢腰骨也介意我有一個坎。
我有给看，我早晨我哋咧腰骨酸软痛，係一隻醫吼，所以我哋跳去都市痛風咧，我哋吐氣嘅時間咧，天天咧同我哋咧兩骨慢慢嚟變下去，變下去過後，我哋咧去檢驗查一下，我哋咧眼神數去對我哋腰骨行嘅。此下一看兩個講嘛，兩個表示我哋咧兩骨有變數，我講我係安尼。跳起狀態，我變下去，我跳起嘅時節，我變下去，我兩骨變下去，我數去釋放我哋呀。好，我也只含有看，樣嚟表示我哋咧兩骨冇變數，冇變數，我哋呀那會有一個看，我哋跳起吐氣嘅時節，我哋慢慢嚟吼，兩骨去搭到天嚟，搭到天嚟，我哋咧腰骨那會變數，腰骨變數，我哋那會。不是腰骨酸軟痛，再過來變下來呢，我哋咧數牙上去，數牙上去，我哋做屈腳嚇，繼續抬臀主要呢係我哋壓縮我哋咧關節，過來數牙拿行起來，拿行起來，也係做一啲嚇，過來我哋咧數先存上去，腳再踢出去，再一次跳起都市狀態。吐氣時間，我哋咧兩骨變鬆，搭到天來，在天嚟用我哋咧思維面叫行起來，咁我哋咧他胸前咧再變鬆來傾下去，也係一種。後來咧我哋數牙上去，腳再踢出去，我哋示範伊哋講啊，要注意事項，注意事項哦，我哋腳牙行起來，眼神叫行起來時節，腳唔可以安尼。腳盤，注意腳盤咯，腳盤唔可以安尼，安尼我用我哋咧腳會開開，七條腳開開，我做成我哋咧髖關節，我哋咧四活臀咧，人講我哋咧肌肉會過限，我對下這意會拔開來，所以我哋咧做嘅時間，我哋咧用嘅腳盤去傾下來，所以傾下來咧很嚴上，我哋一隻意嘅五隻腳趾嘅勁路。我哋五隻腳趾嘅勁路嚟變鬆傳出去，所以喺壓縮嘅時間咧，注意我哋嘅腳排。所以我哋咧數咧，運用咧，如果人話按咧，其實都唔怕。我哋變鬆都好嘅，自然變鬆，再傳出去，再踢出去，也係一種講啊，要注意嘅地方。所以注意嘅地方係第一隻，我哋可以嚟做嘅時間，我哋咧都市狀態。叫行起來，縮行起來，順勢我哋咧思維面嚇，思維面叫行來，頭下做嘅觀眾朋友，頭下做人都思維過順人，都市順人咧唔怕，我哋係一種嘅，本我哋咧嘅脂肪，比如講少一些嗬，燃燒我哋咧脂肪，所以我哋呢一種嘅呼吸運，也係一種嘅呼吸運動，壓縮我哋咧關節強。比較強壯一些哈，咁我哋注意講啊蔬菜呢，啲那注意嚟，注意嗰兩我哋體上呢通脹呢，喺我哋縮放起來，嗰後訓練嚟人強健嘅肌肉提放起來，強健嘅肌肉縮放起來嗰後呢，停留一下，我哋強健咗呢，縮伸出去，再踢出來，腳再伸出來。再縮放起來，也係第三種，強健縮放嚟強健訓練嚟，訓練我哋強健嘅肌肉，我哋強健嘅肌肉嘛去訓練，強健嘅肌肉訓練，然後做我哋咧強健講唔可以有，人講不是都係失多症嚇，失多症都係我哋咧強健嘅肌肉嘛訓練伊嘅肌力，肌肉嘅力量嘛去訓練。我有唔爽快嘅時間呢，譬如我哋咧都市會過順人，都市過順人，我哋慢慢嚟做一個跳起嘅循環，跳起嘅循環好好嚟，所以傳出嚟，我哋做一個樣，天天嚟，就行起來，跳嗱再叫行起來，也係一種嘅方式，天天嚟。
好慢慢的存放来，再调整一下眼神。观众朋友跟我们来做一个连贯动作，第一式同第二式，个第三式的动作来做一个示范。第一式的动作呢，係兩隻腳翹放起來，兩手嘅腿腰放起來，腳盤要記得要打平來。也第一式的動作，咱來做一個兩下循環。兩下循環過後呢，咱來做一個過來咱第二式的動作。第二式的動作呢，兩隻腳腰放起來過後，兩隻手存放起來。存放過來呢，咱的胸前呢要縮放起來，縮放起來往過上去，哈。也係第二式呢去訓練咱的眼神，比如雙眼，樣來缺，樣有人的無法度唇角無法度缺放起來，也係個第二式。再過來我示範一個第三式，第三式呢，我哋強用唇角呢個頭呢將近淡放起來，停留一下，我哋拿唇出去，尤其我哋呢將近淡放起來的時間，我哋呢肚皮會過上揚，肚皮上揚呢也係個好事，用嚟講係個好事呢，因為肚皮上揚，那我幫我哋呢血氣循環，我當我哋呢乜事，我當我哋呢肚臍的下腹腔，好呢，我哋太長細長都可以按摩到我哋呢所有的下腹腔嗰度我哋呢器官，我哋呢倉庫呢嗰度東西對下腹腔都幾重要哈，所以也係做一個連貫的動作。觀眾朋友，我哋好好啊，聽到我哋來做一下哈。觀眾朋友，時間過急，初檔藝術介紹呢係繼續抬臀，希望觀眾朋友聽到我哋好好話來做，我幫我哋呢倉庫下腹腔呢按摩到，幫我哋呢下腹腔，所以觀眾朋友聽到每日聽到我哋好好話來做運動，下一次咱來聊。